為咗娶老婆嘅禮金，梗係要努力工作啦。啱好有個月主假期過咗嚟，咁啊上晝由港珠澳大橋接咗佢哋過嚟呢度啦，同佢哋簡單食咗個飯之後，咁佢哋就開始咗佢哋嘅 City Walk。咁我就趁呢個空隙同大家介紹距離呢度一個紅綠燈嘅距離，有個相當唔錯嘅小區推薦俾大家。首期5萬蚊可以入手一間1000尺帶埋裝修嘅3房單位，而且最緊要小區已全面落成，簽個名辦埋手續就可以收樓入住啦，完全冇後顧之憂。OK， 事不宜遲，即刻出發睇樓。嘅就係中海富華里戶外花園式嘅綜合體 shopping mall， 不同於傳統嘅室內 mall， 佢嘅業態會更多元化，喺呢度會有更放鬆、更超嘅消費體驗，以及南平華發商都一站式嘅項目商業體量，涵蓋全齡段的吃喝玩樂，亦是多數港澳人北上的必去之一。更有前山環宇城、明珠站、碧樂城、山姆會員店等等，呢啲都係10分鐘車程內就俾到你嘅生活方式。跟住再提及下呢個始於南宋時期嘅北山大院歷史文化街區，十分適合作為 City Walk 嘅選擇，涵蓋諸多特色餐飲類別。飽飯之後聽聽 live house， 小飲2杯，散場後仲可以選擇就近按個腳做個 SPA， 再翻屋企或者返程香港，呢啲咪係生活咯。咁講翻整個中澳春城嘅基礎環境方面，率先提及到嘅係粵港通嘅香港直通車，目前每日係有提供4個班次，發車直達香港機場、荃灣德海街，亦即係荃灣街市、千色匯一帶，以及旺角太子地鐵 A 出口、尖沙咀嘅站點。同時，澳門方面亦有紅巴專線往返港北口岸，而平時嘅生活主食方面，只需步行5分鐘，現春城營銷中心旁嘅紅萬家 Supermarket 可以解決。亦可以往前少少嘅界師南路，兩邊臨街底商，可以涵蓋日常嘅需求。再過翻少少就係優越城百貨 Shopping Mall 啦。夜生活方面，落樓只需步行5分鐘，屋苑一路之隔嘅創益文化園，集特色餐飲、按摩洗腳、清吧酒吧。整個中澳春城分6期開發，目前亦係進入尾聲。小區基礎設施亦都提供有露天泳池啦、健身房、露天嘅籃球場、羽毛球、網球場等。產品方面，現時在售第5期以及6期，5期由40至44棟組成，32層高、1梯2伙嘅板樓佈局，分別係108平嘅南向3房2衛，以及118平南北對流嘅4房2衛組成。再到最新加推嘅為第6期的46棟以2梯6伙嘅設計，主要為剛需供應80平嘅2房以及97平嘅3房2次戶型。咁以上就係中澳春城嘅基礎概括，稍後會展示示範單位，一齊睇落嚟啦。歡迎回家，尊貴嘅業主，呢套就係你5萬蚊入手嘅1300尺嘅4房單位啦。睇翻呢個歐式嘅輕奢風裝修，係咪好冧你心水呢？再欣賞翻呢個一線永久嘅河景，哇，抒發你嘅心境。OK，請閣下驗收。